歡迎收睇《港人不上配眼鏡科》。5日假期去真係超多人過關啊！眼鏡仲可以喺附近食埋嘢。蒲公英眼鏡開到嚟福田啦！成日黑掹掹喺被入邊玩電話，搞到近視有心咗啦。今日能夠上深圳，一定要去配翻副眼鏡先，睇下佢哋最平可以配到幾錢啊！開業優惠最平2.5折，無論係金屬框、復古框、超輕嘅框架，呢度唔同嘅 style 你都揾到。過千款框架，日韓設計師款全部都有。慢慢試戴，冇人會催你㗎。如果你唔知揀邊款好，就要記住口訣啦。圓面嘅話就要揀翻方鏡，方面嘅話就要揀翻圓鏡啦，咁就可以顯得瘦面啦。環境都好舒服同埋開揚。鏡仲有免費零食同嘢飲啊！早八學生黨一定要注意，戴完呢啲個真係等於好似數華陣氣咁，唔使化妝就可以即刻趕出去上堂啦。驗光嘅過程都好專業，唔會求其睇。日本進口驗光機精準過香港街鋪好多㗎。眼鏡城開到過嚟，但係價錢同佢哋一樣平。朋友啲黑超實在太得意啦！你哋覺得邊款啱我多啲啊？歐雅、伊路士呢啲都有晒認證㗎。像一套它就200左右。哦，200多就可以配到一副了。对，然后像如果说你度数不高，它就100多钱也都可以。对，现在也有防蓝光的，像防蓝光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礎上貴咗10塊錢。配完鏡仲有禮物拎走添，加抽獎一次100%中獎，到配鏡超快拎，地址就放喺呢度，記得 share 俾朋友啦。